我是 Melissa。我们现在在台北的信义区，这里平常很热闹，人很多。但是现在不到早上9点，所以路上都空荡荡的。今天我们一大早来到这里，就是为了陪孩子看电影。热门的时段可以先用 APP 订票，再提早30分钟来取票。进去之前先上个厕所。热水碧红茶苹果汁。那苹果汁好了，爆米花甜咸各半。要加冰块吗？可以啊。爆米花和饮料都准备好了，可以入场咯。个子小的孩子可以跟工作人员借增高垫，看完电影后再还给他们。你们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吗？留言和我们分享哦。复习区，平常，热闹，空荡荡，一大早，陪，电影，电影院，热门，时段，订票，提早，取票，先，在，上厕所，可乐，雪碧，红茶，苹果汁，甜咸各半，加，冰块，饮料，入场，个子，工作人员，借，增高垫，还。